这就是大海啊！我们若要寻找仙山，需要去到更远的海域。我们需要更大的船。凤凰于飞，轻舟末将。柔剑仙，你可听说了那蓬莱仙之事？据说，百里东君曾去过一座仙岛，岛上有仙人，与天地共存，日月同老，能治好楚河的经脉。道乃神仙术，不受人间苦。我看，不如你随我修道吧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何必藏头露尾呢？